第35篇，求耶和華拯救情報其敵。耶和華啊，與我相爭的，求你與他們相爭；與我相戰的，求你與他們相戰。拿着大小的盾牌，起來幫助我，抽出槍來，擋住那追趕我的。求你對我的靈魂說：我是拯救你的。願那尋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願那謀害我的退後羞愧。願他們像風前的糠，有耶和華的使者趕逐他們。願他們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華的使者追趕他們。因他們無故的為我暗設網羅，無故的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。願災禍忽然臨到他身上，願他暗設的網纏住自己，願他落在其中遭災禍。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，靠他的救恩高興。我的骨頭都要說：耶和華啊，誰能像你救護困苦人，脫離那比他強壯的，救護困苦窮乏人，脫離那搶奪他的。兇惡的見證人起來，盤問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們向我以惡報善，使我的靈魂孤苦。至於我，當他們有病的時候，我便穿麻衣，禁食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歸到自己的懷中。我這樣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為母親哀痛。我在患難中，他們卻歡喜，大家聚集。我所不認識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擊我，他們不住的把我撕裂。他們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，要到幾時呢？求你救我的靈魂，脫離他們的殘害，救我的生命，脫離少壯獅子。我在大會中要稱謝你，在眾民中要讚美你。求你不容那無理與我為仇的向我誇耀，不容那無故恨我的向我擠眼，因為他們不說和平話，倒想出詭詐的言語，害地上的安靜人。他們大大張口攻擊我，說：啊哈，啊哈！我們的眼已經看見了。耶和華，你已經看見了，求你不要閉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遠離我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奮興醒起，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耶和華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公義判斷我，不容他們向我誇耀，不容他們心裏說：啊哈，遂我們的心願了。不容他們說：我們已經把他吞了。與那喜歡我遭難的一同抱愧蒙羞。
願那向我妄自尊大的，披慚愧，蒙羞辱；願那喜悅我冤屈得伸的，歡呼快樂。願他們常說：當尊耶和華為大。耶和華喜悅他的僕人平安。我的舌頭要終日論說你的公義，時常讚美你。